后来继续来看，已经过往的水果大王陈查某，伊所留落来的大洋交果集团爆发着重大的走漏税弊案。陈查某生前的老神，也就是美王的董事长陈清福等人，涉嫌利用几啊间的水果公司进口大量的水果入来台湾贩卖，但是故意无开发票予盘商。6年的时间，涉嫌稳重耍用超过10亿的营收，走漏税超过2亿5千万。检调约动了后，再定予陈清福以180万来交保。美王董事长陈清福去检调约谈，伊去指控含已经过身的果子大王陈查某，伊在生前真侪老员工合作，涉嫌走税含业务清占罪。面对媒体问话，伊拢不爱应。陈查某是上早甲台湾香蕉卖予日本人，过去嘛是台湾好野人。伊的大洋交果集团有真侪间果子公司，即嘛拢是过去的老员工伫咧换，是要到老员工所涉嫌为2003年到2009年，利用真侪间公司进口大量果子来台湾卖，所调工不爱开发票予盘商，涉嫌暗砍动用超过10亿的收入，佮走税走超过2亿5千万。我知道你有听咱公馆吗？经过约谈，检方裁定本来予陈清福200万交保，即嘛180万交保。大洋交果集团财务主管林德胜120万交保，佮有陈查某伊过去老员工嘛互交保，佮有偌济非法的代志，司法会继续调查清楚。